感動啊！好多謝兩位啊！跟住落嚟呢一首曲啊，係咁跟住落嚟呢首曲咧，就係、合冰破曹。咁咧就係由國家一級演員黃偉坤先生同埋陳華小姐演出嘅。係啦，講起呢一首曲咧，就係阿陳華小姐咧係好期待，佢係好欣賞黃偉坤先生嘅。咁今次佢特登翻嚟都邀請黃偉坤先生咧去演呢一首折子戲嚇。咁呢一套戲咧，相信大家平時喺網上咧都經常睇到阿坤哥演出嘅。咁平時咧，坤哥演出多數咧都係會飾演諸葛亮嘅，但係今晚咧，坤哥咧就會為我哋飾演周瑜呢一個角色嘅。咁陳華小姐咧就係會飾演諸葛亮。咁希望咧佢哋演出會俾大家有一個耳目一新嘅感覺。咁希望大家欣賞同埋中意嚟緊嘅節目。咁我哋咧嚟緊咧仲有2個節目。咁亦都好開心見到咁多觀眾咧同我哋留到一齊，留到而家。咁希望大家觀眾可以睇埋我哋下一個節目《絕情谷底俠旅程》先至一齊翻屋企嘅。好多謝大家，多謝，有請請細心欣賞。水旗動氣相光，曹策進軍江東，兵勇將福強。我為國邦興雄，師弟狂。結盟劉賢德，合兵策劃聯防，施戰空中拖掠，破敵有妙計創天，偏要作龍無謀破曹。神玉霜，天啊，天任他百野蠻紅絲，公瑾是同劉毅。
那天節，長空定把曹兵，水中諸葛孔明，是眼心腹之畫。看他其貌，這戰真果是智勇無雙。全言說他能了眼病額，裝成已是前身，好待他前來探訪真豔陽，佢假豔陽，我預料佢用牙計，實在全無並狀。攻心計，女欲謀害我，能行平安。諸葛亮謀早已預防，虎穴痛面竟也無妨。韜光向敵營，借來萬箭報身安，為令要將身喪。公瑾到才殺我，又幸我應夫有良方。明知佢意詐相欺，我誠心過認。他
前待山人剪取。參見都督。哦，先生到來，先生請坐。教座。請。啊！恭謹不知大駕光臨，請恕我抱病之身未能恭迎，祈為體諒啊！經聞都督身軀不適，哎呀，所以特來問候，望都督你早復安康。哎呀，先生有心了，你所本家有心了。山人，山人，聞道説都督好讓我應求安。笑樣可夢成一場，力應感無神迷茫，此身去國並都督也是平常。都督眾心與國事未安，上蒼庇佑人無恙。天國災禍天意可量，捐軀報國。要與貴吉祥，小兵有何誰有傷？卻恨曹兵囂張，我略解其王隨兵將。先生快開報，可保你安康。先生愛戴永記不忘。有次中捐過來，溫飯時下，先生請。果然不出山人所料啊！周郎佢揸兵來旅，有文章。此計瞞得個別人難瞞量，已如我揸，又會何妨？都督你笑看新路遭魔障，我望民切保平安。
為是你六脈調和，無病啊壯，想必是積勞成病，在心咩火，心病折磨，神頹意喪，微覓得陽之甘露，竟無妨，無可奈心藥難求。怎樣？不勝惆悵。啊呀！林中播種萬世歌揚，周公跟揸病來門，諸葛亮，可笑他奇差一着，未能長，破曹兵還以將成功日。他便名詞揚。哎呀，先生，如何呢？望你踏破開國天涯，誓將心約來尋都督啊！都督欲求心若志，只怕天涯開國兩茫茫。先生，豈不是冇得醫？先生有得醫，不過都督你嘛。怎樣？我看出都督嘅病源，不若同把心藥輸於將上。都督呢道如何啊？於此說，先生請。都督請。先生，我哋書寫已成，可否交換一同觀看啊？哦，好可一同觀看。如此說，都督請了。先生，請。哦。周都督，欲破曹兵，須用火。同是英雄之見，利我韜略飽啊！孔面，他有超人智慧，真令我寢食難安。時機隨繞到，少女暗藏刀。
先生真令我仰慕先生啊，才識壓我。過獎了。一枝雖能療軍兵，欲求痊愈，且待我開科。當中16字，包保藥到回春。倘若報靈，怎每日眼孔明，願擔承罪狀。稍大。藥方在此，今飯一看，前度獨一口。大步已過，欲破曹兵，須用火攻，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萬事俱備啊，只欠東亞風。啊肉考，先鋒對正氣如狂啊，又識楊枝金路啊光，連環船啊上市墳場。哎呀！一念到隆冬何處有東風，不甘頹然若喪都督，你又何須氣餒啊？曹操難面辭在陽，唐統佢盡那言，他經常當連環算真。似平陽，他熟悉對識天呢文，知無東亞風光，山人自有東亞風可借。先生能借東風？失禮，山人曾集此道啊！令我無限驚訝王，他屬集頓咩甲咩奇門，才智居之以上。先生能波風換雨，恭謹敬仰，飛上不敢當。
請都督高打彈台，作法助你獻期。扎麻將，好好好，將東風借萬分理想，將東風借你早日把式都話唱，能助我火攻這幫忙，憑你撫慰定膽河。他日破曹你功居首，一念到生靈塗炭，我便最難當。望都督助我成功，珍重一聲嚟保障。有勞先生，山人告退，請周郎少女藏刀何淺良，且看我安離虎穴，翻經霜。我把你這孔明，你個爺跌倒，不知土士狗攀，又怪我周羅無良啊！待等把東風借取，然後便料盡功錯，攤台下滿布伏兵。貌要將你剁為肉醬啊！細隨處心腹大患，大丈夫應有狠毒心，打槍哈哈哈哈！哦，眼笑孔明生死在手內，且看你還發經上眼。